欢迎收看《大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香港即阵已经无法律啦，甚至这个法律已经是中国化。咱过去嘛咧讲哦，今日香港，明仔台湾，所以咱讲哦，香港台湾爱共心啦吼。不过咱看讲，一团媒创办人李志英咧，即阵因为勾结着外国势力危害国安哦，来互起诉，正做是第一个互这个港版国安法起诉的人啦吼。那么看到这个案件，伫咧西九龙这个裁判法院审理的这个时阵哦，被香港政府微信升官啦吼，双手共扣手铐啦吼，啊右边咧这个铁链微调咧，这一幕互全世界拢看甲戆面去啦吼。安尼大动作敢有必要咧吼？这摆是讲北京这个极权主义恐怖的这个苏联用大下年处罚你的这个方式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甲台湾嘛真正有关系，就是吼这个钱吼嘛射向台湾来吼，袂当吼达到这个一中的这个红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中国这个威胁，咱讲吼伫咧香港以外共款的影响伫台湾。那么看到讲英国这个通讯社 Reuters 吼，这个部分都5000字的这长文来报道讲，台湾即阵面对的是中国普色地带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威胁吼，强调台湾咱都爱发展吼，家己无对等的这个作战方式，甲家己变做一只吼 porcupine 啦吼，好滴啦吼，才有法度来去主动。另外，咱嘛看到讲，法国媒体这个杂志 The Point 吼，伊看啥？看蔡英文和法国也好，德国也好，美国也好。中国领袖咧遭受着吼，什么人会当领先着吼，也是讲领导着这个世界吼，这个部分咱嘛做着好好来讨论吼。今日节目咱就对香港开始讲起。这部电视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首先，咱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这李志英吼，这一幕互扣手铐啦吼，啊，伊用着啥？国安法第29条吼，勾结外国势力啦吼，这个部分来去甲起诉，但是无爱互伊保释，先做来看。有这所在和铁链链条咧，双手是用手铐来固定，敢若亲像当刑犯相款，互押上车。香港一团媒创办人李志英，12岁起互押解到西九龙法院审问。李志英顶礼拜被控违反诈欺罪，遭到收押，在伊搁再互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内底勾结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加做香港被控这个罪首例，若罪名成立，相关恐惊面临无期徒刑。李志英被审问了后，搁互押回去。法官把案件押到明年4月16下晡才搁审问，唔准保释。期间也需要搁再还押看管。协助受迫害香港人移居国外平台撇红叶，在暗时发布声明表示，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在11月30离开香港，已经到华府，决定在美国寻求庇护。梁颂恒也经由面册公开甲伫香港的在地人断绝一切关系。Sad to say, the situation is still worsening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ly, you may heard about Joshua or Agnes, like old friend with U.S. like Jimmy Lai, was brought into the custody and they will spend probably years in jail. 梁颂恒因为政治立场，先后被剥夺议员的资格甲选举的权利，随后又遭到打压，甚至破产入阁。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伊认为一直互人跟踪，为了自身安全甲延续理念，所以决定寻求政治庇护。不过，中国外交部对着外国媒体质疑，安尼做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打击言论自由时，回应香港个案无属有外交的问题。记者自鸿合报道。所以咱看到北京这个极权政府哦，这个苏联吼，甲这个李志英吼，甲伊绑好掉、束好掉吼，这一幕吼，代表是啥物意义？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啊，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伊是12月初3的时阵吼，伊和2名吼，这个高层吼，啊，拢是用着违反着这个工业吞用地租的这个租赁条款吼，互控告是啥物诈欺啦吼。啊，收押了后，本地12月25就是今仔日要来申请保释，但是伫咧进前吼，12月12的时阵吼，伊就先国起用另外一个罪，咱就用着这个国安法这个部分啊吼，
用到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来起诉，无爱互伊来去保释啦吼。所以咱看到已经申请，然后有关这个诈欺案的这个保释吼，申请甲这个22月23吼，可能会甲这个吼合并两个案吼，诈欺含这个国安法的这部分来去做一寡吼，两案这个合并啦吼。但是咱看到伊的这个罪证包含啥？咱讲吼接受到外国媒体这个访问啦吼，这个部分，另外会面外国的这个官员，另外咧 Twitter 吼。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抗争的大文，伊甲分享出去。另外 Twitter 个啥追踪吼，咱讲蔡英文总统这个 Twitter 啦吼，这安尼嘛去用吼，变作是一个罪证，安尼敢真正有理？首先，咱们先到咱的这个理事长啦哈，桑普啦哈，我们跟您请教一下，看到黎智英这个手铐起来的这一幕啦哈，其实对全世界是它有作用的了哈，就是一个警惕、警示的意义在。另外，我们也看到说这些罪证。真的有的是太不合理了，然后那他也成为这个第一个被香港国安法这个起诉的这个第一人，然后你怎么看呢？我看那个现在中国对于香港的措施，一个方面是希望恐吓黎智英先生，但是大家知道黎智英先生是信仰非常坚定 ，OK， 他不会被打倒。我也相信他已经有这个觉悟，在那个成为香港。这个我不能够给一个光环给他，但是他可能成为香港以后，真的有一天成为民主香港之后，一个非常重要会记得的人物，像以前曼德拉或者说那个甘地或者刘晓波一样。但是同时你看得到他的罪证，他做这么多东西目的是什么样？恐吓所有的人 ，OK， 不只是香港人，甚至台湾人。你看到他是追踪蔡英文的推特，都成为罪证。甚至说开一个《苹果日报》的英文版，都成为他的罪证。我也是投稿者，很多人都是投稿到英文版去。那你是不是通通把我们抓起来？而且国安法是有域外效力的。甚至任何人在任何香港以外的地方去触犯这个法律都是。你想想看，不只是香港人，台湾人、美国人都是在里面转发香港反送中抗争的贴文，甚至是在日本登报纸去称。反送中运动都成为一个罪证，你看看香港多少人会被遭殃？这个不是一个环境证供而已哦，就周边证据而已哦，而是罪证。OK， 你看看中国已经在香港的法院里面完全洗版。那香港的法治已经是没有办法寄予任何的希望。这样的东西都能够拿得出来，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情况。而且更重要的，你要了解。不只是按照这个勾结这个条文来做，还有分裂、颠覆、恐怖，还有更重要的送中的危险。我跟黎智英先生有接触过，大家要知道，很担心的是什么样？一个人被送中，在香港的那个监狱里面服刑，大家就觉得说起码有一定的保障。但如果被送中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一辈子都回不来。就好像12港人现在在深圳一样，所以大家。希望为他祈祷，也同时也希望这一个国际也会有更大的一个声音，会声援香港。是。其实哦，这个上普理事长吼讲到吼，这个国安法的这个影响吼，咱讲29条吼，伊用到这款的这个方式，另外55条吼，嘛规范着讲吼，亲像黎智英安尼这个部分，咱讲伊是起诉的第一人，然后，所以未来可能用到这个第55条吼，共款该送到中国内地这个部分吼，来去做一寡这个审判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罪证的这部分，真正是用到什么吼，较周围的这个理由吼，来去做一寡这个起诉这个部分吼，真正要互全世界吼，咱嘛讲吼，大家拢惊吓吼。另外，咱过去都咧讲吼，这个法律吼，港版的国安法，就是要吼安怎管全球啦吼。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张教授啦吼，这个管全球的这个法律啦吼，即阵先用伫黎智英的这个身上吼，尤其伊个是言论自由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把关者啦吼。但是有人吼，该比做咱台湾的这个部分吼，你安怎去看咧？第一吼，我个人吼对黎先生的这个政治的立场吼，唔是每一项拢赞成。OK， 吼，但是咧，对于一个吼，这个普通人吼办报纸吼，用这种的身份吼，这种的这个罪吼，把伊抓起来吼，这代表这个香港即马的政治甲社会吼，已经到这个足恐怖的阶段。我咱看到吼，伊的这个还有这个罪名吼。
完全就是一个政治犯。OK， 吼，这种政治犯吼，伫咱过去台湾是足济，吼，颠倒过去香港吼是无这种政治犯，所以过去吼足济册、足济这个物件吼会当伫香港出版，但是台湾是袂当出版。台湾呢民主化以后吼，豆啊吼，这种的言论的限制吼，就愈来愈少吼，所以咱即马变做言论吼，社会足自由。吼，颠倒香港吼，即马开始就是愈来愈恐怖。吼，所以咧，中国这种法律吼，以后咧，吼，假使伊有罪，吼，台湾人吼，甲伊有关系吼，全部吼，假使中国爱办吼，你走到香港，吼，伊感觉讲伊需要办。吼，台湾每一个人拢有危险，吼，所以咧，我感觉这是对台湾的民主吼，对台湾的社会吼，嘛是一种威胁。是，吼，咱袂当讲这就是香港的代志，吼，咱就感觉讲甲咱无关系。是，我感觉这是一种吼足危险的代志。吼，而且咧吼，咱看到吼，这个过去啊，香港吼，至少中国有承诺，就是吼维持伊的自由。吼，维持原来的这种的社会的制度，吼，到2047年，50年无改变，50年无变嘛。当然50年以后是要安怎，大家拢唔知影。但是咧，即马看起来吼，伊的承诺完全是无意义，吼，无效。所以咧，对咱台湾来讲吼，上大的这个，互人会当做起势的就是吼。这个甲中国承诺啥物物件吼，吼，伊感觉伊的利益啊，感觉对伊的统治有问题吼，随时拢会当取消。是，吼，所以将来咧，台湾假是甲伊签啥物协定啦，吼，啥物这个条约吼，吼，对于将来吼，是毋是伊永远拢会遵守伊的承诺吼？我感觉拢足危险。吼，所以这对咱台湾人来讲吼，吼是一种吼另外吼，咱爱了解。第三吼就是吼，伊即马互掠去吼。看到吼，这个实在是足无人权吼。哦，我除着担心伊的安全甲伊未来的健康，伊咧吼是毋是会当受到公平的审判以外吼，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就是伊继续互关，吼关吼，亲像头拄啊主持人讲吼，送互中国，吼安尼伊可能就无可能转来啊。是。第二就是吼，美国也是其他国家吼，吼对伊的人权有争取，吼希望中国政府把伊放出来，是，但是咧，伊就变做讲中国政府可能就要求讲，吼，你美国甲西方国家吼，爱有啥物邮报，吼，邮报对中国有啥物邮报，吼，啥物这个过去的这种的这个制裁吼，甲放较轻松，吼，会当放出来，就变做讲，亲像以前苏联吼来要挟。好威胁迄个其他国家，所以吼，这个可能性嘛是存在。所以讲实在这件代志吼，虽然伊是伊个人互掠，其实我看到吼，毋是伊一个人互掠起来，是规个香港互掠起来。规个香港互掠起来。伊这个人的这种这张相片吼，就是规个香港的代表。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中国即阵啦吼，掠这个吼，即阵应该是中国掠去啊啦吼。虽然无甲伊送去到遐，但是这个中国的手已经存入去香港这个法律内底吼。咱嘛看到讲吼，头拄啊，咱讲到29条吼，用到这个交给外国势力来回应，然后有啥物款的这个部分，咱来看吼。咱嘛看到讲外交部的这个部长吼，这个吴钊燮吼，伊讲吼，这是中国侵犯自由人权的这个证据啦吼。另外，咱看到美国加州大学吼历史学者吼，伊安尼讲。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李德英吼真有可能吼送到这个中国来受审。头讲到香港版国安法55条吼。另外，咱看到讲英国外交大臣吼，这个 Rob 安尼讲吼，伊讲违反着中英联合声明吼。咱头嘛讲到50年无要改变，即阵也几年尔吼。另外吼，用着这个部分来去起诉啦吼，港版国安法来去起诉伊，都可能是啥？当局打击人民的这权利甲自由。另外，咱看到这个 Israel 吼，这个前副总理啦吼，伊安尼讲咧。中国甲前苏联共款啦吼，拢是吼剥削着这个人权，同时阵呢，都要观察到国际这个反应吼，来试看卖哇，国际你吞润的这个程度到偌济啦吼。另外，伊嘛呼吁啦吼，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应该公开来发声吼。但是这个国际这个态度到底是安怎吼？那么这个也袂清楚拜登政府，但是咱看到这参众两院吼，其实有一寡动作，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咱过来请教这个吴教授啦吼，咱看到吼各界这个会议吼，其实拢是一片的这个声援吼，但是这个声援到底会这个吼真正啊变成一股力量无吼？这其实爱个观察啦吼。
当然，咱看到黎智英吼，去用香港的国安法来起诉吼，这表示除了说是第一个之外，其实伊嘛有是一个示范作用，因为咱看伊起诉的迄个罪名吼是勾结外国势力嘛，勾结外国势力在国安法里面的一个法条但它的那个图形啊，它没有3年以下的徒刑，是，拢是这个当刑啦，所以表示讲，这两个要讲，伊应该是会判无期徒刑嘛。是，过来第二个吼，伊除了说它是刑责最重之外，伊嘛是对内有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OK， 因为咱知影讲进行黄之锋、周庭是依照社会秩序法来审，但是还没有用国家安全法。所以如果今天黎智英的国家安全法，这表示讲未来这是一个常规的起点嘛。咱的应用顶个月11月17号的时阵，人大的副主任一个叫张颖的张勇先生哦，伊对外发表一句话，伊讲港版国安法只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开始呢。这个开始以后要做啥？就是要香港基本法23条要制定嘛。23条制定要制定啥物？伊制定的是讲，你也是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的安全，北京也是会使直接来处理哈，不是透过港府港警哈，因为这是中央事务，所以这一个开始，伊就是要杀鸡儆猴嘛，是要警告嘛。第三，咱来看到国安法、港版国安法有一个长臂管辖的作用。OK， 好，伊会讲你也是伫外口安怎啦，今仔日黎智英 Twitter 追踪，咱今仔日也是讲咱有一天咱 FB 追踪黄之锋，也是咱追踪台湾的马龙红的，可以论处吗？这个是你有透过你境外势力嘛，你有去参加，你有去 support 嘛，所以伊嘛有这个效应哦。尤其黎智英这个罪责的名称也会适用在所有全球所有人类。全球啦吼，所以讲咱讲这个法是管全球安尼啦吼。是，所以咱来看这个黎智英这唔单是因为是媒体大亨，嘛唔单伊对香港的民主自由的付出，是伊嘛有这个政治上，也是咱看国际上的影响足大的。这咱后续爱继续来去关注。陆陆续续的，会当佫看到讲吼，这个咱讲黎智英后尾吼安怎去互处理啦吼，所以咱要佫看到讲吼，因为这个案件咱讲吼是起诉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起诉的第一人吼，真正亲像这个教授所讲的，是抬价架高安尼啦吼，要教啥？要教互这个宣布的这个香港人看吼，你真正就袂使安尼做，你安尼做就会叫我关入去，上尾可能就是第55条甲你处理送到中国去吼，无法度佫转来吼，这嘛是真大这个影响吼，所以咱要带观众朋友过来看讲吼，香港真正转袂去过去的香港吼，先做来看。被关押的香港政治前秘书长黄之锋，甲其他犯人手铐做伙，到西九龙法院听判决。伫后壁穿土色外套的是26岁香港政治前主席林朗干，两个人拢承认伫去年的6月2日犯送中，包括警总示威中犯煽动、组织、甲参加无经过批准集会等罪名。2月初2，两个人甲香港政治前成员周庭拢被判重刑，而且随掠去关。黄之锋被判13半个月，林朗干7个月，周庭10个月。周庭想要申请交保，反而拒绝。这是第一遍被掠去关。因三人伫青少年的时阵就开始从事政治运动。黄之锋伫2012年的反爱国洗脑教育课纲的时阵真有名。伫2014年，为了争取真普选，有79天和平示威的雨伞运动，三人也拢担任重要角色。伫去年有200万人上街头的反送中运动，虽然讲是无大台，不过黄之锋等人依然被看作是反中共打压的灵魂人物。周庭甚至和日本媒体形容是民主女神。伫今年港版国安法通过时阵，也表达反对的声音。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Hong Kongers to not surrender and to continue to believe in the universal values. 三人上犯人车，准备要去加甲服刑。边仔真侪人叫因爱加油，讲会担因出格。虽然当初港版国安法实施前的几点钟久，香港政治紧急宣布解散，三人依然是闪袂过法律加政治的对杀，不过因的立场拢无改变。同款被铐手铐的，也有香港的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
12月初2，伊和当局以诈欺罪名起诉，并且透明扣下。最三，法官裁定雷丽英不准交保，羁押到明年的4月16日，搁再开庭。最近被起诉的一团梅果然周达权也讲吴伟强是核准交保。12月初7，港警逮捕代表泛民派参选区议员的杨子俊，跟两位现任的区议员陈奕迅也个林家瑞等8个人，因涉嫌伫咧香港中文大学毕业游行，也港独的标语、画港独的口号，违反港版国安法。12月初8，包括香港面顶的张一林、陈浩环。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朱凯迪、甲杨国雄等8人，也拢被拘捕，理由是参加无经过批准的7日游行。12月初9，就庭转向高等法院申請交保，搁再被拒絕。It's clear that from the last elections that were held last year, there's a widespread enthusiasm still for a more democratic system. So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if there's an outlet for that, it will be possible through what's legal still in Hong Kong to put forward that kind of democratic movement. 但是这種論述敢若太過樂觀，正像是中國全國人大會議第11月10日宣布，香港立法會議員只要是支持港獨的主張，就會被取消議員的資格。香港泛民派4位立法會議員就隨和港府提調伊的議席，就算是合法選調，特首林鄭月娥講，若是無效忠中國甲港府，選當入去立法會本身就無合理。會議作出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呢一次嘅立法被視為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自回歸以嚟最重要嘅發展。在去年修訂逃犯條例，在香港嘅立法會是吵吵鬧鬧，也毋過這邊港版國安法直接由中國人大決議制定，北京當局加強管控香港。一國兩制到這個時陣已經是名存實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正做會顛覆政權的政府。在香港，那是亞港獨加台獨的旗啊，可能攏犯法。他身上帶了一個牌子，上面寫了8個字。這8個字提醒了我，這段時間不少香港年輕人跟他一樣，心裡有着很大的傷痛。在北京全力掃蕩無共意見的時陣，香港的民主正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寒冬。記者綜合報道。所以真正咱看到吼，即陣香港真正是黑暗的即個寒冬啦吼。不過咱冇看到講吼，一個安風雨飄渺即個部分，咱冇看到講吼，其實有真濟人吼已經逃啊吼，逃來到台灣嘛是一個方式啦吼。但是咱冇看到講吼，陸委會即陣吼援助香港的即個部分吼，有個部分已經超量啊吼。另外咱冇講吼，即陣有一寡吼方式要來去幫助香港人吼。第一個部分是講吼，佇台灣吼，香港學生佇台灣讀冊了後，畢業了後，佇台灣吼留咧做工課，即個限制會放較寬鬆的。另外吼是針對過去咱講香港專業人士來台灣做工課，即個居留的即個部分的即個限制，嘛要放較鬆咧。第三個部分是講吼，香港人若來台灣投資過去吼，真正是講吼，即陣咱講過去紅燈真濟吼，即陣吼即個青色燈吼直直個開落去，但是有個人也是發講無夠啦吼，咱來看講發無夠的有啥物人啦吼。這是過去咱嘛有訪問過銅鑼灣冊店的這個頭家吼，伊的這個想法咱嘛當理解啦吼，就是講吼真正這個難民也是安怎吼，就是講香港人真正有需要吼來台灣的也是真濟，所以咱講吼蔡政府你就愛吼，為什麼即陣你加重咱講移民這個條件啦吼？因為講吼愛開店，該開什麼店？開實體店吼。另外申請人你該聘請2名這台灣人吼，經營上少是3檔吼。這個政策吼是要互拍算移民來台灣的香港人真正壓力吼，這個大頭。是加真大啦吼，另外咱看到香港變成青年，人家講吼，來台灣有3關吼，第一關透過這個招生啦吼，目前的管道有海外聯招國家國校的這個單獨的這個招生，毋過咱講的即陣吼，香港這個變勢吼，也是講變化傷過頭大啦吼，毋望講會當吼招較濟，也是講吼開較濟，這個香港學生的這個名額，另外。畢業留佇咧台灣做工課吼，這個基本業吼、營業業吼，這個差不多愛1000萬以上吼。但是真濟香港學生來遮讀是啥物？來遮讀是人文啊、藝術加領域的這個科系吼。這個吼頭家吼，真正這個數字來講，對來講真正是較困難啦吼。另外外國人吼，若是愛留遮5檔以後，才來申請這個永久的這個居留啦吼。所以有當時找到工課攏袂使換吼，若是換落這5檔就要個定來啦吼。所以咱們看到講陸委會，咱兜講到，
这阵业务吼，真正是超崩啦吼。啊，政府会依照讲申请的这个数量啊，做有效的这个调配行政量能啦吼，啊有顺序啦吼。但是有当时啊，个人咧讨论讲，到底难办法吼，咱要来去处理也无吼。但是这嘛是看不到这立法院啦吼。首先，能够先请教李署长哈，我们请教李市长。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哈，其实这个林荣基，其实我们谈到他的顾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哈。但是其实台湾政府做了哪些或没做了什么，还有什么建议的地方？我觉得林先生的忧虑是很真诚的 ，OK， 因为他是基于一个对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尤其是对于香港人的关怀。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台湾政府的决策都要平衡兼顾3个方面，一个是人道主义，就是林先生的关顾，是；另外一个也要需要兼顾台湾本地的利益 ，2360万人共同生活的利益。第3个是民主防御，共同台港同行，共同民主防御中国的挑战。那这个3个东西基本上怎么样可以在政策设计里面完全能够体会到3点，大家都是很重要。林先生的意思，我应该没有听错的话，他是希望说放宽，回到旧的那个制度里面去。换言之，600万的投资，1年的那个居留就可以拿到身份证。那这个会不会失去过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就会不会太过宽？那我的想法是，3年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也接触到很多未成功申请中的一些个案的一些申请者，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最头疼的2点是：第一个，时间太长。OK， 好，那但是我觉得说要体谅，因为投审会5个官员，5000个案件怎么审？这个是一个资源的问题。第2个问题是，刚刚讲到这个。要那个不只是有这个，他们不关心那个，不太关心聘请2个台湾人那个问题，他们有的是钱。问题是他们有行业的相关跟匹配，就等于说他是银行员，来到这一边也要当银行员吗？但他要重新考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很多的原因在那个地方，这个是细节，重点是什么样？台湾整个政策会迷恋在实体店，会迷恋在行业相关性。其实这个对香港跟台湾都不利。OK， 真正的东西是 No China Policy。换言之，你要求他投资的产业去中国化的产业链，跟帮香港的这一些人权自由跟整个世界跟台湾跟香港的民主自由有关的东西，比方说他开一个店来去跟香港的学生，请他们来帮忙。或者是推广一些台港同行的一些人权活动，那这个都是可以讲的，而且更重要是集资。比方说1个600万，2个600万，5个3000万，可以投资到一家比较好的公司，请超过10个人以上的台湾人，可以比较有机会能够回本，而且可以长期的去促进就业，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觉得政策上可以变得灵活一点，但我觉得说平衡兼顾刚刚3个主要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OK， 这个政策的这部分哦，其实会当较活的哈。譬如头拄啊，这个咱讲李署长所讲的哈，咱是讲一个人来投资，伊有真正这个大困难哈，啊无咱就2、3个、4、5个哈，啊，甲这个公司做好大，做好啊，这个较健全的啦吼。啊，另外是有讲到讲吼，若是讲啊，真正这个行业别的这个部分吼，过去你伫香港吼做金融啊，啊来个台湾你搁限制做金融啊，这个证照吼，可能拢爱电考啦吼，所以倒不如。咱讲吼，真正咱去活用咱讲这个政策这个部分吼。另外，头拄嘛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吼，若是要帮助吼，政府会当去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讲吼，啊，台港这个部分真正有需求的人吼，因会当做一寡吼台港合作的这个部分，亲像讲吼人权上的这个合作啦吼，也是讲吼开一间店啦吼，互因做吼，亲像咱过去有讨论过保护伞吼，这个吼餐厅共款吼，或者这个吼香港这个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会当伫遮有这个生存这个空间伫咧吼。继续，咱搁请教张教授啦吼。安怎来看讲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吼，难民法这个部分的，但是这是毋是牵涉到讲立法院的这个部分吼，嘛毋是陆委会家己当去处理的。继续请教张教授。这个是毋是要有难民法？当然是这个甲中华民国宪法对台湾、香港的定低然后定位是有关系啦吼。所以这可能即马政府甲政党拢有其他考虑啦。OK。不过吼，我个人的观察是，为什么政府吼即马互香港部分的人士认为讲，这个政策变做较硬吼。较硬吼。哦，这主要问题就是第一吼，就是政府嘛惊讲，就是中国利用这种机会吼，渗透台湾啦吼，这是一种。第
第二咧就是吼，咱爱承认一件代志，这是我的观察，毋是我个人的意见，就是伊基本上香港甲台湾吼，伊咧教育制度差较济啦。亲像咱讲香港足济少年人吼。其实足侪无一定有读大学，吼有就是差不多高中左右吼，因为香港的高中甲台湾嘛无完全共款吼，所以咧，伫香港来讲，伊即种资格，甲伊个人的能力吼，拢无问题。但是伫台湾来讲吼，假是你讲台湾的一般少年人，普通拢有读大学，所以讲香港的少年人来到台湾，假是伊无大学的这种的学位吼。其实爱找啥物头路是足吃力的啦，吼，假是去做一般普通的这种较简单的吼，这个就这种的薪水来讲吼，实在比香港又差太济。是，所以这种考虑吼，就是变做香港人，假是来到台湾吼，是毋是会当互台湾人请？伫台湾人吼，这个公司还是工厂上班吼，就拄到这种这个技术，加这个一对这个薪水的这个。是毋是满意的问题？是。假使咧，亲像恁即摆做法就是，即个香港人请香港人，就是香港来遮开一间店，还是一间公司来请香港人这当然是一种方式啦。因为不管如何，香港足侪人是伊对这个台湾嘅讲台语还是华语较食力，所以伊爱伫台湾人嘅公司还是工厂找嘛食力，这是事实啦这毋是。什么人的唔对，这是真现状。OK， 所以咧就上好就是香港人请香港人，但是咧这种情况是毋是伫台湾社会尾啊变做讲一个香港城、香港村，就是香港来的人变做拢做伙伫遮，拢是安尼无法度甲台湾的社会有关联。有这个这种融合的问题这嘛是政府即嘛伫考虑的啦。我想政府为什么600万变1000万我想伊的想法是这啦。这个风渗透嘛是一种。就是伊嘛无希望讲香港人太济来开一间无讲足大的店，然后咧拢请香港人，变做讲一个足叫做足特殊的这种的存在。OK， 我看这是即马政府的考虑啦。因为台湾社会咱爱承认，一部分人这种统派的思想还是足强的啦。是。对于香港争取民主这种其实台湾唔是每一个人拢认同无认同的人我看其实嘛袂少。所以咧，假是香港人的店还是这种的企业变做受过明显是毋是会招？互这种无理性的这种统派的人变做一种目标攻击我看这种安全因素嘛是爱考虑。当然这是犯法。OK， 这种人拢警察会当抓，但是毕竟是无可能讲每一个警察逐工24小时拢顾会伫遐。这嘛是，所以袂当互香港的朋友伫台湾社会互标签化，互迄个特殊化我看这是咱即马伫考虑这个政策的时阵为着香港朋友的安全甲福利甲台湾社会的这种的日常的这种的互动我看这嘛是爱考虑，而且应该是各方面拢爱继续爱有较侪的这种的配套的措施我看。会当个对香港有较好的帮助。是啦讲到这个渗透的这个部分咱讲中国过去就是放一寡人甲香港遮豆豆甲这个人放去香港就规改变去其实咱嘛讲到这回咧讨论的这个香港这个部分开放。有的人讲是一种帮站，有的人是烦恼这个渗透。这种部分其实这个律师私底下嘛，甲咱讲到就是讲这600万这部分真正有足侪这中国虽然伊是这个香港籍的，但是伊落地啊真深，就是中共透过这种方式嘛，共款来单节来甲台湾遮嘛变成讲一寡这个中共这个渗透的这个能力来甲遮啦这个律师李书定过来补充这个渗透的问题，必须要好好去防范。OK， 因为这个如果说600万的资金，很多亲共的那些香港人都没拿得出来，所以国安审查很重要。OK， 刚刚教授也讲到，就是说香港村等等的概念，那我觉得说教授也讲到防止标签效应，要怎么样去应对未来的问题。其实我看到很多在6大县市的香港人，他从这边来成为新住民，
其实他们的共同心愿就是2个大字融入，融入到台湾这个社会里面，成为新的住民，跟成为新台湾人，跟台湾一起奋斗。OK， 他们不是住米虫，他们也不是来这一边去凹政府的那个福利政策，他们希望做小生意，去经营糊口。所以我希望说，每一个人都好好支持这一批新住民，不要歧视他们。也同时让他们成为你们的朋友，能够彼此台港同行，这个才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哈，这台湾人吼，拢一定是这个台港港心的吼，这个其实这部分吼，其实有的人吼有啦吼，有的咱讲吼，可能是较无共立场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化解这个部分，其实嘛是所有台湾人爱去面对吼。另外，咱搁继续请教吴教授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咱头拄讲到是这个香港人来到台湾这个一寡这个心灾部分啊，咱头拄讲到李志英吼，即阵是用到这个交结外国势力来去甲办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美国参议院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这个罗冠聪吼，伊今日面册头顶嘛打一个文章吼，讲明仔这个美国参议院吼，特别进行一个听证这个报告啦吼，咱讲12月16下晡2点的时阵，呼什么爱支持香港人民自由甲选择这个法案吼，保障在美的这个香港人这个安全吼。其实这个过去咱嘛讲到吼，真济吼都望伫咧海外的人吼，拢受到这个部分啦吼。咱讲到参众两院其实拢有一寡这个共识伫的啦吼。咱嘛会当预测讲这个拜登政府会当继续支持这款的这个部分吗？继续请教王教授。是，当然咱拄啊，张教授啊，跟律师吼，拢甲咱分享到咱这难民法的处理的想法。当然我认同，但是我嘛是补充一下吼。第一，因为咱在想讲，即马难民法要制定的时阵，对台湾来讲，对中国来讲有啥物意义 ？OK。第一，中国会讲你透过难民法，台湾煽动港独，这嘛有一个可能啦。第二，咱在想讲，伊刚才是有漏洞，拄啊张教授有讲，过去真正有一个解放军或者情报人员借由港生的身份来台湾，所以这个破网啊，是讲这个漏洞，敢会因为这难民法，我们没办法去做到这么严密的管。所以律师刚才提到说，我们如果在扣紧国安的这个环节的审查是重要。第三，这个国家拢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你也讲今仔日伊也是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伊要去德国，还是要去对国，要去接受政治庇护。德国，如果德国会说，你台湾拢有一个难民法，你中国台湾有一个难民法，也可以提供政治庇护，为什么我要给你？你要去台湾就好啊。所以因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讲这个法律的制定需要更完整的一个思考了。但第二最重要的一部分，咱会使实际帮助到香港朋友哪些事情？咱想看卖，咱譬如讲，咱定来讲，这投资爱偌济，但是过去一当，我们所建构的国家队，这国家队的概念是什么？如何透过企业来结合，能够协助这些香港朋友可以落地的融入台湾的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第二，香港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无啊，所以过去你在香港住在香港的那一些国际媒体或者是亚洲分区的朋友，邀请他们来台湾。咱这个香港的朋友，伊过去人文的嘛好，艺术的嘛好，也是讲因做的嘛是新闻的这专业，伊会使加入这个团队，因比咱更较了解香港，包括咱的商律师嘛，香港，伊都比我们更了解香港。如果透过这样接轨，形成一个拥护台港之间民主同盟的关系，我感觉这个方向是一个可以去思考如何去实质帮助到香港人。那透过法律上，当然有法律上的标准，但是有当下法律上也操作会容易进入到政治化的问题。譬如讲，我如果假设我一个立委，刚才讲，你难民法通过之后，你接受香港政治庇护的这些人民众名单，你可不可以提供给我？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也是政治化。那如何做实质的帮助？我刚才是今嘛，咱面对香港的问题，上需要去思考的所在。有影实际这个帮助3位这个来宾其实拢讲到对中国的压力也好啦对香港的压力来讲对台湾拢是一种爱去面对的这个大问题啦咱嘛讲到这个Reuters 这5000篇这个5000字的这长文来去报道啦台湾这阵面对的是中国腐蚀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军事威胁伊免动一个枪免一个炮就是安尼甲你武渗透嘛是一种方式，咱都一直讲过的这个部分咱嘛来带观众朋友过来看讲哇，这 Reuters
Water 写这5000字到底内底藏着什么玄机啦咱看到这个12月7日咱看到超过5000字，甲台湾有关系这个报道伊讲啥 ？Taiwan's turn 这阵轮到台湾这阵China launches Gray Zone warfare to subdue Taiwan 中国这阵启动的是这个普色的这个地带啦战术来压制着台湾。咱讲这阵台湾甲香港这阵已经是开始展开着这个台湾甲这个中国啦两岸冲突已经展开啊所以咱看到个200万这军力的解放军咧采取的就是咱头拄讲的普色地带这作战方式是非常贵的这冲突，唔免真正用到枪，唔免用到炮啦这是第一点。咱讲设法消除台湾的这个战斗力甲斗志啦咱都看讲美方这种建议啥，台湾无必要大概拢派战机去你咱讲甲这个入侵到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中国海上巡逻机这个部分唔免安尼清关搭建，拢去甲消耗着咱家己这战力啦首先，能够先请到咱的这个李署长你怎么看路透社这5000字的报道尤其针对台湾的这个主权也好了另外或者是两岸的这个冲突灰色地带作战的这个部分，我认为说灰色地带作战这种想法是用一个新瓶来装旧酒。OK。旧的酒就很简单，就是说攻击扰台、海军的巡逻，或者说网络攻击，或者说外交的那个封杀，这个完全都已经看得到中国一直在做这种事情，惯用手法，都是惯用手法。就用这个名词来讲的，整篇文章他希望导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是希望说台湾就千万不要做太多的那一种反制，那可能要 smart 一点去反制，就是那个聪明一点去反制。这个可以去研究好，但我看完整篇很长的那个文章，我怕台湾岛内有些人会慢慢坠入一个叫做首战即论中战的论述里面。因为看完之后觉得说，中国这么大厉害，不如我们就是说用一个比较低调的手法，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比方说油料都要钱啊，那比方说升空也会有风险在。会很多的，比方说意外有可能发生，所以就尽量不要动。我是觉得说，我还是认为那个雷根总统当时讲过3个英文字很重要，peace through strength。所以看到明年国防预算听说会加起码10%的那个国防预算，在台湾的立法院的预算里面，这个才是应该有的东西。军购甚至是增加国防预算。有国防的意识，看到我认识吴怡农，他也是有撞过台湾的团队，希望做这一些国防意识的训练。你会看到这个才是应有之道，而不是说看到有人来，那我们就打着一个不惧战，那不好战，就什么东西都不做，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听完这一番说话之后，这番说话是中性的，因为它是新瓶装旧酒。但是看完之后，你的行动是怎么样？如果行动是还是不要去反制了，那我觉得是错的。OK， 那应该是揪起来颠倒是对台湾这个大危险所以咱讲这个5000字的这个报道内底写着台湾面对着普色这个部分这普色就是讲唔是乌甲白这个就中央这个咱讲徛伫咧有色甲无色这个空间内底伊的作战方式真正唔免动用着一枪还是一炮但是咱嘛看到讲最近真侪这在野党咱看到有新闻报道讲这个台检着真侪这个军事的这个这个医生也好啦这嘛是有当时呼应着甲中共迄边要暗示伊要做啥物吗？咱继续搁请教张教授啦这个有可能无？我想头拄这个律师讲的足正确虽然伊是香港来，但是对咱台湾的情况其实足了解的其实即马台湾上大问题我感觉即种灰色地带即种对咱台湾来讲早就足惯势啦以前咱伫外岛做兵的时阵，逐工咧看伊咧船嘛是来甲无想要来，太济所以就是讲咱台湾假使即马台湾甲中国的政治就是维持即种现在的状况我甲大家报告除非咱答应甲伊统一。无的话即种的伊个飞行机来啦，什么绕台即种大家应该爱当做就是台湾即个冬天台北拢会落雨共款季风安尼来这是一定的，绝对是技术上的代志必然的OK，
所以咧，台湾上惊吼，第一就是头拄仔讲的足正确，就是吼，咱的这个准备吼，国防的预算吼，爱增加。有影。吼，亲像你讲，逐工讲攻击来吼，伊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是马上就是增加咱的战斗机的数量。吼，你去租嘛好，买嘛好。吼，你即马国内的 IDF 讲重新 reopen 伊个这个生产线拢会使嘛，因为吼，反正就是你来吼，我嘛毋是坐到遐，吼，拢无改变。这是第一项，无就是吼，反正就是，互伊了解讲，伊来伊是有代价的，吼，伊毋是逐工咱人客家，吼，互伊客家爽的，就是咱拢无啥物，基本上除着因来咱去甲伊监督、监视以外，拢吼继续着互伊安尼，吼，毋是。第二就是咱台湾上危险的吼，也是足严重的失败主义甲投降主义啦。哦，这当然大部分的台湾人是无想要投降，但是咧，咱是毋是有特别的政党、特别的这个职业、特别的阶级的人吼，这种的对台湾较无信心，吼，认为讲你买武器拢是这个军备竞赛，这种吼足奇怪的理论吼，我看伫台湾是足济啦，吼，非常之济，所以吼讲明年是毋是国防的这个预算会当增加10%吼，我感觉讲增加10%吼。绝对是有需要，但是照即马国民党吼进党的状况吼，你莫甲伊抬掉，莫甲伊减吼，就已经阿弥陀佛啦。啊，讲增加10%吼，我看即个政治上是毋是有即种共识吼？伫台湾来讲吼，这是一个足即悲哀的代志啦。但是咧，袂当因为讲咱足悲哀的代志，咱就感觉爱甲提，哦，爱感觉讲爱甲伊即个，吼，甲伊即个做即种无应该的承诺，吼，我感觉嘛是足重要，所以，吼，即摆来讲吼，我讲台湾吼，其实第一是吼政治上爱安怎减少吼，即种的失败主义甲投降主义。第二就是吼，你亲像你即摆来讲啊，你这个攻击逐工来，这个对咱来讲实在是一种威胁吼，咱嘛袂当讲只有让咱派战斗机去办飞吼，亲像你即摆就可能就讲吼，明年开始对于中国什么物件吼，你就不准伊进口。OK， 吼，一定爱有即种做法，缓解这措施较济啦。亲像你攻击继续来，咱就讲吼，你咧香即个香菇，你就袂当进口。我菇类啦，毋是真正就是讲，你袂当讲互伊逐工安尼，你安尼亲门大户，你厝着派人去甲伊监视。以外吼，你完全对伊亲像着。代表讲，咱就是吼国际上嘛看，伊嘛感觉到你就是无办法啊，假是互伊即种看法，我甲伊大家报告吼，伊绝对是继续啦。所以英国嘅报纸讲吼，你无需要派每一边都无需要派战斗机去拦截吼，这个我无同意，因为你假是无吼，伊就愈来愈近啦。哦，即假是你无去拦截吼，伊愈来愈近，吼，然后战斗机、轰炸机拢来吼，迄个时阵对台湾的威胁，我感觉嘛是大。真正，那甲这个门口口啊，你要安怎去动吼？有影啦吼，虽然看到讲吼，其实这个 Reuters 5000的这个文章内底吼，其实咱嘛讲吼，提升家己这个国防能力吼，真正有的在党伫遐动来动去，这个预算吼，国防真正是袂使阁减去啊吼。另外对习近平来讲吼，伊这个部分伊讲啥咧？伊讲吼，摕台湾吼比建立香港民主运动更较伟大啦吼。所以，但是这嘛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另外吼，强击吼侵扰台湾，咱头拄讲过啊吼。啊，解放军吼拢袂安尼，因为吼，伊咧确定吼，要来吼，甲台湾吼这个军事投射能力要甲征服去啦吼。啊，继续咱过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头拄讲到这个5000字的这个报道啦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心态的部分，还是讲吼台检这个预算的这个部分吼，拢是代表一种心态啦吼，就是讲吼啊，咱讲心头是爱防这个啊，咱讲毋是黑的，毋是白，就是遮吼，这个咱讲网络战也好啦吼，还是讲吼啊，咱讲侵害这个言论自由也好，啊，另外是讲吼国防的能力吼，咱台湾伫遮啦吼，徛起，你安怎看咧？对，当然咱拄仔看到讲，这个外媒吼，伊特别提出所谓灰色地带，是，这个我想到，顶礼拜时阵，国台办前主任王在熙啊，王在熙，是，伊有讲到一个件代志，伊讲，两岸哦要和平统一的机会愈来愈少，啊，伊当然伊要讲的就是讲可能会采取武力嘛，OK， 但是咱佮去想讲，伊顶个月，这个同一个人伊佮讲北平模式啊，灰色地带伊要呈现的就是1949年，迄阵是国民党军队要战败时阵，甲中国签了一个
如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迄阵是，迄就是拄啊刘教授讲的，投降主义。啊，即马这个王在熙，伊虽然讲伊即马唔是主任啊，但是伊退来，伊佫有影响力嘛。伊讲这个北平模式的复制，就是讲希望台湾内底的第5纵队，就是迄个咱拄啊桑律师嘛提的这些所谓的首仗其为终战这个论述吼，这定人吼。会知影讲你需要起义来归嘛，所以咱看到讲这个灰色的一个模式哈，灰色这个地带这样的论述，其实会让我们更加的紧张，因为为什么？虽然讲1949年的时阵，迄阵是国民党伫北京啊，迄个军队加解放军，迄阵是讲八路军啊，签了这个所谓的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虽然讲伊签这，但是迄阵是。毛泽东搁只想要拍台湾的 ，OK， 啊，只不过是因为1950年的时阵，韩战爆发，你不得不选择把他的解放军丢去打韩战。OK， 但是你知道吗？他把他解放军丢去打韩战，是这个解放军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北平那边的国民党军队。也可以打那个所谓的先去打先遣部队嘛，先上戏嘛。所以咱看到这些人讲，中国讲的和平统一无可能。核与战来共同执行才是北京对台的政策。好，那和平统一只是对外的口号，但是一定在这所谓的用军事方面、用所谓的武力方面，让你感觉到第一个害怕，所以不战而屈。所以你这咱讲的台湾内底有这第5纵队也好，或者这些投降主义也好，伊就讲啊，咱卖甲中国起冲突嘛，咱袂使讲甲两岸的关系啊是讲啊无好，咱有一天面对讲解放军的侵扰，所以咱爱甲伊做朋友，咱爱甲称臣，所以这伊希望就是有这个声音，啊，但是无，啊是这个声音慢慢的无，伊当然伊的武力威胁还是持续的存在，所以第一咱爱对台湾的内部爱去警告讲。中国对咱台湾的威胁一直都存在，但是咱袂使因为讲为着要安全的问题，甲去中国称臣。咱若是甲中国称臣，咱嘛无什么好的下场啊。那看1949年那些投降的国民党军，最后下场是什么？而且老共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采取军事动作。历史的这个假使吼，大家拢爱会记哩啦吼。啊，上尾咱佫看到讲中国对台湾这个威胁吼，安怎来去看啦？咱首先看到英国国会这个议员吼，伊讲英国吼，这年来看到讲对待台湾的方式吼，真正是互踢笑啦吼。咱袂当佫互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吼。压倒着台湾吼，另外这个欧洲议会吼，德国籍的这个副议长，因为讲吼，台湾的民主需要欧洲来斗相共、斗相挺啦吼。另外欧洲伫咧声援香港的时阵吼，伫遐吼打袂进前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袂当吼支持台湾的这个过程讲吼，过去诶这个错误吼一再发生啦吼，所以台湾绝对袂当变做第2个这个香港啦吼。另外第3个部分吼，咱嘛带观众朋友来看啦吼，咱讲吼美国驻联合国这个大使吼 Kelly Craft 吼，这过去咱嘛有讨论过吼，就是甲咱讲吼这个TECO 的这个吼，咱大使去做一寡吼这个会面啦吼。另外就是吼，这上新的是法国杂志号Le Point吼，伊讲其Dominique Le Monde 吼，想会当吼领导着世界吼，咱看到讲这个法国这个总统吼 Macron 甲这个 Merkel 还有 Biden 吼，还有习近平甲咱蔡英文总统吼，拢伫这个杂志内底去看出来吼，到底想会当吼来主宰着吼，唔那是亚洲尔，是主宰着这个世界吼，真正是引起着这讨论吼。啊，继续咱上尾来请教历史长吼，怎么看法国杂志吼 Le Point 吼这个谁能主宰世界这个报道，蔡英文的地位是什么？蔡英文地位，你看到图片就知道，是站在4个哈，这个是国际上面有名的独裁跟民主领袖的后面哈。那你看到说，台湾的地位就是因为那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而是爆红了。OK，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跟泰国的分别，但是现在完全都知道台湾就在台湾。OK， 那谁将主宰世界这个报道，对于台湾那个主导世界的地位，我不是主导，是在世界上面能够在列强主导底下，台湾的地位是什么地方？大家很清楚。台湾树立了一个非常重要典范，是在疫情抗疫期间，能够用一个民主、有效的方式，能够把死亡数字控制在7。这个是举世，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事件。大家问一问全世界，谁能够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做节目，不用戴这个口罩，在这个地方？
在一般的那个生活上面也可以很大的自由，只有台湾。OK， 说实在，谁将主宰世界，真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中国也是不断的天朝主义扩张，疫苗外交，那个战狼外交不断的扩张。那美国那方面也防堵它。拜登上场会不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台湾的地位已经上升了。而且你看到欧洲、美洲、澳洲都是来撑台湾。那所以台湾未来这个国家地位要怎么样走出一个新的格局来？我觉得这个是拭目以待。很多的人都是关注台湾未来的路线。所以像会当吼主宰着这个世界吼，咱讲无一个准吼，但是台湾的这个地位吼，就这个历史上讲的吼，已经来提升吼。但是这个提升吼，嘛是因为咱有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吼，咱讲吼这个外国啊，甲咱讲做是这个亚洲的这个民主的这个顶头的 beacon of democracy 啦吼，会当透过这款的方式吼，在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防疫内底，吼大家来看见台湾。但是咱嘛头拄一直讲到，就这个吼香港这个部分来看吼。台湾嘛是受影响的这个海境的这个第一排啦吼，所以咱真正吼面对这个渗透也好，也是讲吼这个中国这个威胁啊吼，真正袂当甲放轻松啦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谢谢多谢，感谢。